我的家乡西双版纳终于迎来了中老铁路通车，今天我就全程带大家体验一下。我现在就在昆明站，走，出发！中老昆万铁路从中国昆明到老挝万象，全程1000多公里。我们现在开始出发。从昆明到西双版纳大约3到4个小时就可以到了。我身边这一位乘务员也是我们傣家姑娘。ยินดีต้อนรับพี่น้องต่างหลายมาแอล12版纳。它采用的是老挝的一个国花糌粑花的一个元素，寓意了中老友谊，美美与共，源远流长。这一趟列车还会经过野象谷站，来到野象谷的朋友可以去看看大象，可以感受一下人与自然和谐共处。作为西双版纳傣族姑娘，我今天终于坐上一次火车回到西双版纳了，心情非常的激动。